14兰河堰虽然温度堰，上海全台湾起水量清大嘅水库，每日送水有40吨國家，其中有8成以上送去6期。14堰開始用到期，蓄水係下節都會寒天，都會着涼，揚塵噴天，都係沙塵暴現象。韓國嚴重嘅問題係，富山水庫開始用嘅蓄水係都越來越涼，越來越糟。下節會變糟，也算提前立下去，怕是唔得全怪做水壩囤水割下來一件事情。唔過確實係其中一種原因。南北睇湖海割水，睇話到吊水塘人工湖過後，好早時講加把睇14堰，韓國吊水塘東岸嘅彰化南頭，韓國台中一大背，怕為韓國人都走啱啱嘅。所來貴嘅中部地區嘅水資源有按到乜嘅危機呢？龟啊，叫我忍真久啊！伫咧生长的群株一天落飞堆雪咧，一天落飞堆雪啊款呢，龟啊怎么食？哦呀！李新贤喺雲林縣崙背鄉用香瓜產銷班的前班長，一規太平的天球本來係4天呢，因多年崙背用香瓜天天的打出名聲，喺全台灣天然泰山體，10套溫水和河壩順的淳樸是鄉鎮，總用香瓜瓜農賺1上千。本來迄種種母種地條，你看物件攏真便宜的物件，好無講單愛着佇崙背就發拄種洋香瓜，較高級的物件。啊，你看物件種，你看高級的物件都一定學費的，啊呀費都對應着都真重要。農業輕重要最愛有水，對14蘭河堰從2001年完工起水過後，溫水河下節越來越涼。崙背農民單係大將出鐵下水來飲田，因多年越出越沉，認證彰化雲林喺全台灣提前立下去一定嚴重嘅天氣，政府管制冇出太多鐵下水。李新賢當不服，講農業感慨並唔係造成提前立下去嘅原因。今年人哦，漸漸咧講愛着日條做事咧吼，啊來咧抽日條飛起來，你愈來愈深落去。對我講嘅冇這樣啊，因為我着抽起來嘅飛吼，空關頂愛着明，又差不多2散吼，全部蒸發開呢，8散嘛空關個沉落去。南華大學講錯教授陳世雄，喺中華農學教育學會理事長，佢講偏偏喺度溫水河河壩順，一邊喺彰化縣海珠鄉，一定奇怪係喺度河壩順，沙冇水好用。我小時候就住在溪州哈，這個濁水溪的旁邊哈。那小時候我們大概只要挖20公分、30公分，就水就冒出來了。現在啊，這個我們地區農民必須每2分地啊就要鑿一個井啊。那為了這個井呢，居然還要弄一個電線桿，所以我們現在變成全世界電線桿密度最高的地方，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那就看得到天線盾呢，幾時未必到點火證明，大幾天線盾呢都係農民儲水用嘅，因真冇水就冇農業。電線桿密度最高不在德國的魯爾，其實是在台灣的農業區。現在大概這個地下水哈，必須要鑿到大概將近100尺以下才有地下水，啊，那為什麼水也沒有了？就是因為我們積極弄了一個南河堰，那工業局又花了70億把水送到6輕用完以後就排到海裡頭去了，所以高鐵的地層下陷就是這樣子來的。14蘭河堰開河到今，對下節生態造成傷害越見越厲害。雲林環保聯盟理事長張志堅認為，水利署竟然是冇注意到溫水河嘅河壩水本身就帶定當道嘅沙。
它有2条重要的支流哈，包括清水溪跟陈有兰溪，它都发源于阿里山跟玉山哈，是全台湾造山运动最旺盛、土石崩落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了哈。所以我们看说以这个浊水溪流域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集集兰河堰来讲哈，它在921之后啦，它的出水量是严重的低于它原来预期的。台湾的草山运通喺东埔较高，都係西埔海順捉進來近代。不過頭擺河壩水帶來當道嘅沙，故所仍看唔出一個變化。因為濕氣冷河堰上節嘅水必割下來嘅，佢就冇辦法將當高嘅沙帶到海順來吞。兼海順一片就會進來近代，包含幾隻海岸線都叫。连带的就是这个冬季非常严重的这个沙尘暴的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整个河川的结构、河床的结构产生改变之后，这个沙石的这个比例不一样所以大部分都是只有这些很细颗粒的这些粉泥才会到这个下游去了比较细颗粒的泥沙流到下游河道的时候，那加上你现在建了这些拦河堰之后，导致它相对的比较干燥。那加上台湾的这些自然的天候条件，在东北季风的吹拂下，还是有它的这些扬尘的潜势的。台湾熱天雨水較多，寒天本單最涼水期，現陣水流到西西蘭河堰被割定咧，不少都係寒天，夏節依賴做湧成碰天，沙下來下個嚴重問題係，下到斷水慢開始用浮山水庫，同淺水係雙節，實通頭蘭河堰，強用要同水割走，總部環保團體同愛開浮山水庫家下做圖嘅結果，佢對生態影響比西西蘭河堰還大。集集蘭河堰以下的浊水溪的河段，在冬季几乎都出现断流的现象，一直要到这个二水到林内的地方，因为清水溪的注入之后才稍微有水了哈。那将来这个湖山水库开始正式运作之后了哈，它势必要大量的拦水了，所以整个清水溪的流量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浊水溪的本流势必就更加的干涸了。湖山水库统头水库这个设置之后，拦河堰设置之后我们现在下游竹山的下游，那个清水溪的下游现在都没有水了。濕水蘭河堰加通頭蘭河堰，即係同溫水河兩體差把海河壩水都割走，涵蓋海澤湖海嘅標水潭蘭河堰。也做一個南投堰南北兩體河壩水都被割走嘅。集集蘭河堰做了那個攔河堰之後你看現在下游從這個集集到民主大橋這一段已經被水沖刷的變成一個深溝現在的這個草屯人工湖這個鳥嘴潭人工湖設置之後對整個烏溪的下游這些面積都會生態都會有所破壞我們這一次的鳥嘴潭攔河堰有特別的考慮把壩的高度降低。事實上，它最高的高層比原來的河床高層幾乎沒有差別。因此，林縣長他的這個考慮的這個因素未來應該是會削減到最小。唔過佢水庫天測就會有影響，標水潭人工湖同民國96年將開始計劃家下，草屯鎮長馮明浩建議係南投農田水利會嘅會長，佢當時要維持下節生態，天測用到嘅河壩水基本流量唔大。我是建議他們，如果你這個量要適當，就是說它分為豐水期跟枯水期。那豐水期是比較沒問題，枯水期的話，你們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方案、替代方案？對於下游的生態激流量也要夠，最起碼要8 CMS。在取用水的時候，我們有個原則，我們就必須要那個生態激流量大概有8.18的 CMS， 我們會保留下去啊。除了這個之外呢，那農民的那個用水量和需求量，我們也會保留放下去。有剩餘的水的時候，我們才會再取用。
吊水潭人工湖可能认真试水期，委托14人学院过后，往年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会影响到有害河坝，有个草屯镇、桂香乡、保利镇、五指乡同仁爱乡的上乡发展。下后南投县，除了南投市同民间乡，做得讲全县都算係環境敏感區，縣長李明珍出嚟反對，認為係講開發速度趕之，天初會有當道問題。鸟水潭水库设置之后啊，会带来后患影响非常的大。第一个啊，他们现在啊，这个水利署啊，那个营建署啊，跟水利署要赶快去对法令的限制要去沟通。这个一级水源管制区，如果你们不解套的话，我县长没有理由要同意你们，设鸟水潭人工湖。县政府也能够负起水源保育的这样国民的义务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不花。那至于对土地开发管制比较严重的一个部分，我们也透过内政部区域计划的一个修正，就是加强保育良善治理观念已经纳入了，而且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核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目前只等待执法完成立法后，未来的土地只要它做好保育，那都可以合理的开发。對開發的角度來看，中部地區所有主要河壩，北對太安海，東岸到上節有05潭水庫，太甲河也有沙公壩同德基水庫，南邊的文水河有14人學院同富山水庫，大部分水都本人各走嘅。像春島的太堵河是講要開發，強怕河壩水沒有本人各去。大甲溪，我們已經盡量的嘛，盡量把它利用，已經利用到什麼？今天已經幾乎是。已經是到極限了，因為大肚溪到目前為止，因為上面沒有嘛，沒有水庫，沒有什麼，所以目前就被認為有可能什麼再繼續再榨取它的什麼它的水。中部的河川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了哈，它幾乎在河川中上游的地方都是所謂的頭科山層哦，就是非常豐富的礫石層了哈，所以像在中游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這個地面水是補充到地層底下去哈，成為地下水。政府它應該有一個觀念，就是說你要防治地層下陷，根本的要從產業政策來着手了。我開吊水潭人工湖喺邊度防重化地下水出得多，使至到地層建立下去。奇怪係，一隻計劃當年遷到送水25萬噸，其中送到重化大概21萬噸，還要來做減除地下水替代水源，請係本民生來用係，學者提出爭議。有非常多的工業用水是什麼？是隱藏在民生用水裡面的，就包括這一次的彰化說要什麼？說要用的是民生用水，那。我現在目前要問的是，我們政府到底彰化的這些民生用水裡面有多少是給做工業用的？我們這個水是給我們的公共集水系統。那公共集水系統當然除了最重要的民生用水的系統以外，那當然也有部分是給產業用水。那其實最重要是，彰化它本身也是我們的地層下陷區。那它如果能夠取代部分的這個工廠或者是我們的農民來使用這個地下水的話，那對國土的保安是更好的。水利署大拍講，其中一包含產業用到水，學者認為係本單開吊水潭人工湖，還有本重化雨水可用。是講湖開好過後，先有可能使至到重化地區，行卡無地下水，一點都行卡慘。彰化的南邊的濁水溪已經有建了集集蘭河堰。那在未來，在北邊的這些污溪，相對來講，如果這鳥水潭人工湖的蘭河堰落成，就2條污溪跟濁水溪中間夾的這些區域，在整個枯旱季的時候，因為堰壩的這些攔水效應，應該會朝向往比較乾燥的方面發展。今天你把它抽走了，好，那你需要它的地方絕對出問題，而這個問題呢？比較麻煩的是，像我們人的血液，如果你把它抽走，好，你馬上什麼？馬上那個地方就會死亡。但是我們自然界的這個死亡是比較慢的，所以讓很多人看不到。那這種情形嘛，像在溫水煮青蛙一樣。
水资源无天初向等开发角度来思考，正係前瞻对现有水库来河源一道，按样好好来管理。韩国对上节嘅蓄水期做好水土保持，好比用家几年呢，不会正係水资源而永久发展嘅重点目。喺讲水资源开发到题目勘參，也下來各水，涵白記住以內就啱啱嘅實實。